总15位吼，有的是进前已经洗礼了，也是坚信礼。今仔日咱有11位要伫教会2场礼拜中间，来参与伫即个洗礼、坚信礼甲信仰告白，愿主亲自赐福伫遮个新咱富强的一家人。咱要三甲分享做话，咱大声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享受到伫主内迄个平安、喜乐、信心甲愿望，也互阮伫抬杠这时，组织伫遮做伙同心迎接主的降生，看见即个永恒的愿望、信心，以及互阮得到全然拯救的快乐，互阮仰望，互阮军队，互阮脚步，互阮伫遮做伙来互相鼓励甲学习。我要通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学习甲鼓励原理，圣神伫阮中间亲自对阮讲话。伫你面前，安尼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日所要分享的这个主题，真直接，就是受洗。受洗来归主，咱是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份。今仔日有兄弟要受洗，但是每一个受洗的人，咱来记得这个重要的身份的改变，这是真做咱一个得救的一个足重要的核心的资料甲价值。咱下面的圣经在咱小等的会做伙搁一遍来复习吼。当这个受洗归主得新身份，咱是要先对咱的救主耶稣，伊受洗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吼，非常的精彩。咱的主耶稣受洗，是伊受洗也同时领受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来宣扬上帝国。主耶稣的受洗，是新约的圣经中间足有分量的一幕，因为咱对洗礼无讲完全足清楚，但是看见耶稣受甲迄个洗礼约翰对伊的洗礼，咱我想讲这个重要的仪式非常的要紧，也借做咱基督徒要宣告家己的信仰，宣认家己的信仰，告白家己的信仰，要迎接主，诚做上帝加来一个人。这个洗礼就诚做基督徒2000年来，拢一直就是要确认用洗礼来代表。伊是标志着耶稣洗礼一个真重要的事，就是讲圣经耶稣出世的故事有记载咱后礼拜会阁复习这个故事。但是呢，耶稣一个去圣殿承认礼了后，就拢停去啊，拢无记载，圣经拢无记载，一直到伊出来洗礼。所以意思是讲，耶稣30年稳重的生活结束啊，伊新的身份公开伊的侍奉的正式的开始。所以洗礼对耶稣来讲，毋是干那是真做一个身份的开始哦，伊嘛是使命的开始就是工作开始啊。所以咱教会伫最近一提醒伊讲，咱有要受洗礼你洗礼就一个名称讲你受洗你基督徒，咱就爱一种真积极的态度讲，耶稣受洗就开始去做工咧。咱基督徒嘛是同款受洗，咱是要诚做上帝的门徒，要开始见证、传道理、受造就、参与服侍。因为这个装备甲成长拢是一直来一直军队，毋是讲这项做好，咱要做一项，是同时咧进行的。这是加洗礼约翰洗礼的迄个图啦耶稣伫即个约旦河。早前呢，因洗礼是伫约旦河咱丢了教会应该简化去啊。简化就是讲，咱洗礼无像遐尔大阵仗咱就是用点水礼，安尼就解决啦这是历史的改变啦。你嘛知影讲，
是哪即个改变？因为即个道理福音一直传吼，到伫即个较属伫现代，咱在欧洲吼，欧洲的教会是先接受了信仰嘛，欧洲拢较高纬度的国家，所以吼，要准备一窟水，一个大水窟无简单，而且冬天吼，所以事实的演变是安尼来。当然若去到热带的所在吼，去印尼啦、马来西亚迄一年规趟天拢足温暖的所在，浸水咧，拢无问题安尼。但是耶稣原始是伫约旦河洗礼吼，伫约旦河洗礼，毋是只干即个洗礼式哦，因为圣经有记载讲，上帝圣神拢出现。我就想着讲，伫即个10几年前吼，牧师当时伫盐埕富强，伫高雄的所在。拄会友吼，大家相招啦，咱拢会久久大家相招讲，咱来去耶路撒冷，咱来去以色列来参观。你平时读圣经、读新约，遮侪故事、耶稣的故事，实际发生伫遐，来去参观安尼吼。本来是咱教会嘛，咧是讲咱若来庆祝50周年吼，来咱招一团来去迄个耶路撒冷参访，毋知要偌好。迄阵，佫咧甲遮少年的讲。恁开始欠钱欠钱安尼吼。其实咱咧互助社嘛，咧互贷款的，意思讲你若要去佚佗，先贷款慢慢行。无发生了迄个疫情啦吼，疫情了，咱的计划就怎无执行。不过感谢主啦，即个最近中东吼，咱讲伫迄个巴勒斯坦，迄个以色列因甲哈马斯的战争吼。经过调停了，已经静落来我看到迄个伫耶路撒冷咱台湾人去伫遐生活徛起的一个 YouTuber 伊就放影片，讲哇，伊足感动，因为伊看到有人举阳伞在观光表示啥物？讲犹太人无啥咧举雨伞，无咧举阳伞，就外国人去咧佚佗遮。行曝日来举阳伞，讲看到咧举阳伞，讲感动想要流目屎，表示讲已经3、4冬去因为紧张嘛、战争嘛，所以无人敢去到耶路撒冷，去到遐佚佗。最近佫慢慢开放当然，咱若较属兄弟姊妹有迄个时间，你的体力会使者，有时参加即个圣地访问真实际会当互你甲信仰、甲圣经的记载。有真好的这连结安尼，所以10几年前呢，阮就是参观中间，嘛去约旦河一位所在，等于是观光的所在啦。伊特别设计一个所在，互人有的基督徒是讲，我嘛要学耶稣呢，来去遐洗礼呢真正伊就是迄是观光的一色，因为已经基督徒就搁洗礼，伊是互你去体验，有哪穿白袍有人个牧师伫遐甲你洗咧，对约旦河水安尼浸落去衫，你浸落去约旦河水的中间，当然伊个一定就是有准备，像迄人个游泳池安尼有迄种换衫的所在啦，洗身躯因为规个身躯拢浸淡去嘛，这是当时牧师去参加，有翕短影片看到的安尼就是有牧师在甲因洗咧，这拢是旅行团旅行团安尼，迄个窟的水大，有一短影片毋知会当放出来。伊咧洗咧时阵，家2、3摆这有点较俗哩。1、2、3个。这是伫一个弯弯的所在啦，无介大正人拢穿白衫。约旦河纪念耶稣洗礼的所在。你看附近拢树无感觉讲足深啦还佫为一个安全的所在，互人行落去安尼。
咱甲想象讲，耶稣伫2000年前，就是伫即个河水的中间受洗礼，吼，受洗礼安尼。当好，即个洗礼吼，咱所有洗礼的人拢经历过啊，无论是点水礼，还是你是浸水礼。但是耶稣受洗的时阵吼，拄着一个足大的冲突哦，冲突毋是讲冤家的冲突，是一个心理上、心学上的冲突。因为吼，圣经记载讲啊，约翰吼。有点仔顿地呢，伊讲我应该受你洗礼，你反转来甲我洗，吼，爱我洗安尼啊，所以表示约翰知影讲，面前即位是上帝册来的，啊，所以无罪上帝囝竟然接受罪人甲伊洗礼，啊，怎颠倒变啊？啊，是得要安怎？这就是讲约翰的困惑，啊，讲伊的拒绝啦，啊，这就是一个神学的难题，因为有罪的人要甲无罪洗礼，安尼都甲洗礼意思无共款啊，安尼，啊，所以也因为安尼，这个行洗约翰，伊真清楚、真敏锐，知影讲耶稣来互洗礼有特别的意思，啊，当然后来的人就甲伊解释讲，耶稣受洗礼有几项。爱咱学习的所在，约翰有甚物款的困惑呢？伊讲伊无罪，嘛无需要悔改啊。颠倒是我有罪啊，我需要伊用圣神甲血甲我洗礼。啊，这是后来吼，咱拢知影的一个教导。啊，耶稣伊就是照安尼。啊，是安那呢？3章14节讲要甲伊考劝，我应当受你的洗礼，你颠倒来找我。所以有人就安尼解释讲，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人来到约翰面前是承认家己的罪，并且准备要来迎接弥赛亚。啊，那这个弥赛亚就是头前啊咧。所以尊贵的王来到罗卜的面前，要求洗礼。伫当时啦，吼，迄社会的宗教阶级观念是拢真冲突的，是真冲突的。甚至咱知影欧洲伫中世纪的时阵，迄个教皇的迄个位置是足悬哦。啊，所以呢，迄个王就是一般的世俗的王要登基啊，是爱请个教宗去甲伊换手的，去甲伊抹油咧。啊，所以莫怪约翰伊家己有一个丢毒，讲啊，这个无啥合理数咧吼。就是像讲，咱伫厝呢，咱士大，咱甲尊敬嘛。啊，咱说换士大咧甲我服侍咧。但是耶稣因为安尼一句话，叫安尼做，是要实行上帝的要求啦。实行上帝要求，意思是耶稣要受洗吼，伊毋是清清彩彩，好像咧表演一下吼，讲后摆吼，大家拢爱学我安尼哦，爱来受洗哦，毋是迄个仪式上的表示，伊是讲。我也要实行上帝要求，啊，传统的和合本的圣经讲尽诸般的义啦，诸般的义中，逐项的事事应该做的，拢该完成，这是15节所讲的。但安尼，互咱知影耶稣受洗有真重要的含义哦，吼。第一，这个认同，伊是认同耶稣受洗，毋是讲啊，我家己无清气要受洗，伊是为了认同有罪的人。讲我既然真做世间人，我要真做模范，认同这个受苦的人。因来到世间是要拯救受苦的人啊！啊，所以认同罪人，有表伊将来要背十字架，行往各个他十字架。啊，这是释放的开始，用洗礼来认同世间人。所以就是讲，亲像圣经所有言的讲，伊甲罪人。共列啊，甲罪人做伙，排列甲罪人做伙，这是第一个认同。第二是顺服，顺服就是讲，当时约翰的洗礼是上帝找伊做的，因为约翰伫旷野在宣告啊，
讲叫咱来悔改，来信耶稣啊！啊，耶稣伊来悔改，来接受主啊！所以耶稣讲安尼，我先做模范，所以伊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耶稣顺服上帝伫迄个时代所设立的制度甲印出，因为伊嘛无遐尼多的时间共解释讲我是上帝的囝，因为你看伊咧传道理的时阵，遐尼多人反对伊，无遐简单，对毋对？迄是后来受定时计4个月，人仔讲啊，原来伊是上帝的囝，啊，所以伊用即个来顺服，互世界人知影，伊嘛是正人民中间的一位。伊要受洗，称做顺服主的制度吼。啊，上要紧的是，伊受高抹、受呼召，因为受任务来。啊，所以伫旧约中，祭司甲君王伫就职前拢爱经过洗礼、水洗啊，甲膏油来抹。啊，所以耶稣受洗就是称做弥赛亚。这个君王的大祭司公开就职的。所以，这个洗礼就意思非常的丰富，因为伊受洗，称做任务的开始。咱知影讲，过来伊的任务就是开始3年的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啊，真奇妙一项，可能咱咧读的时有去注意到，就是伫这个洗礼场景内底吼，三一上帝的显现。咱一般惯是讲三位一体吼，啊，即马有一寡神学家讲，迄一体吼，迄是人的解释啦，体就是我这个身躯嘛，啊，所以即马有人讲一体较少讲三位上帝，安就对啊吼，三位上帝 Trinity， 啊，所以一体较属于肉体的迄个解释安尼，啊，所以有人就小可咧提醒安尼，毋过咱拢理解三位一体的上帝，伊伫遮有显现讲，咱伫遮来看。台语的圣经较清楚，伊讲耶稣领受洗礼以后，随时对水里起来，忽然天为着伊开，伊看见上帝的神亲像粉鸟降落来，歇伫伊身上，佮对天有声讲：这个是我所疼的囝，伊我真意爱。咱详细读这2节经节，耶稣。起来岸顶啊，讲天开哦，天开啊，天是安怎开？啊，咱看天顶都安尼规片看，哪有开咧？这个开什么意思啊？过来，上帝神就是圣神啊，讲亲像粉鸟降落来，歇伫伊身上。啊，佫有出声，讲这是我的囝，我所疼的囝，我真意爱。啊，所以意思是讲，这部是圣经中真少。显出来就是圣父、圣子、圣神同时出现，安尼意思是用这个来为着主耶稣圣子的身份做一个，意思讲对应就对啦，看面。因为对着耶稣的身份吼，伫早期的教会是足混乱的哦。耶稣身份到底是伊是上帝册来一个大将军，吼，啊是一个元帅，啊是册派一个先知来。有人对耶稣的身份足侪意见呢。啊，咱知影保罗先生去到国教会咧传道理，吼，定咧讲着讲啊有假先知，吼，啊有假的教导，表示讲迄毋是遐简单，迄个经过足大迄个争论啊，才会当定落来呢。啊，所以这也是为何啦，吼。无所以这2年，咱有时咧做礼拜时咯，做伙来读尼西亚圣经，对吧？吼。啊，尼西亚圣经今年拄好1700年啦，1700年。啊，你就表示什么呢？1700年，啊，今年已经2000年啊，啊，所以头前迄100-200年，差不多300年啦。哦，主后325年，这300几年中间，耶稣的身份，耶稣圣子的身份，还佫有真侪假先知，真侪意见无共款的，真侪伊虽然真虔诚，但是对耶稣的解释有无共款，底下有无共款的意见哦。有人对这旁的，有人对迄旁的，啊，所以毋才会
有迄个当时的君士坦丁皇帝、罗马皇帝讲：安尼归去啊，安尼纷纷乱乱嘛，毋是办法啦。所有各地上领导者、才的主教，意思讲教会的领袖，拢来尼西亚，土耳其有一个尼西亚的所在，来开会，来决定讲个清楚。迄阵王较有势力哩，王较有权力啊。开了决定好啊，就袂使阁有其他意见啊，就是安尼决定。所以咱知影讲，尼西亚圣经是安那招咱做伙来读，意思是讲，尼西亚圣经就是咧决定，咱的主耶稣是对上帝所出伊的圣囝，是甲上帝同质的，毋是分大细的。也是讲对伊出来单比二等的，后来佫包括圣神拢包括在内。所以经过325冬到380几年，50-60年久的时间，佫一直抄。所以遐文字你看起来读，都无2分钟咧。迄经过几60冬才决定了啦。因为当时的人头脑足好啊，伊想伊的，我想我的讲了拢袂一致啊！也因为安尼，即个尼西亚圣经又经过有大公会议，全部的这主教、这神学家这圣经学者，因共同认定的。所以这也是为何全世界咱虽然咱有读使徒圣经，使徒圣经颠倒是有的教会无咧读哦。尼西亚圣经是全世界大概所有的主流的教会，天主教、东正教，搁咱即个新教，就是咱讲的教集宗，拢接受即个。所以今年拄几个月前，伫埃及啦，埃及有一个叫做亚历山大，伫迄附近伫迄地中海附近，即个亚历山大即个都市，伫迄个埃及遐嘛有迄个科普特教会。伫遐举办迄个1700年尼西亚圣经的演习会，搁前一遍伫遐咧强调。当我讲这个是意思讲，1700年，咱一直咧强调主耶稣圣囝的身份。伫这段经节，短一段经节，甲耶稣的身份显露出来。当伫耶稣起来饭顶。这个故事有分3项，互咱学习啦。第一，咱都讲天开天就看，哪有开，要哪开？开的意思是上定人类犯罪关起来迄个天门啦。人犯罪就袂当到上帝遐，袂当搁再亲近主。但是因为基督重新来到遮，甲拍开上帝甲人中间的隔膜拍破，这个是天开。第二，圣神亲像子啊，圣神亲像子啊，象征着人类这个无写无对就是讲象征着上帝的神伫迄个所在来参与伫这个中间伫咱的这个大纲的表内底有写，表示这个圣神新的创造，圣神新的创造上帝对耶稣的膏抹来赐予行神业甲传道的气力，圣神入去，因为耶稣进前去30冬，伊无有甚物款神业的作为啦，就像是一个普通人，可能甲伊的兄弟姊妹、甲小弟小妹、甲玛利亚做的生活安尼啦，无有特别表达出迄个，但是圣神膏抹伫咱这个周报内底有写着，我解无着标志着属灵的更新，上帝对耶稣的膏抹，赐予行神业甲传道的能力。过来，第三是天父的声。伊讲这是我听的囝儿，我介意，还是讲我听的？咱台语的圣经是讲这个是我所听的囝，伊我真意爱。表示中，只有2段经节是在回应着旧约圣经的记载啦。讲这是我所听的囝，宣告伊是君王，有统治权。诗篇2章7节
讲迄个君王讲，我要颁布上主的命令，上主对我讲，你是我的囝，我今日做你的老爸。啊，这是台语圣经讲，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伊甲我讲，你是我的囝，我今日生你。第二讲，我真意爱，伊是我所意爱的，是咧宣告什么？咱的主，伊是受苦的奴仆，我真疼伊，我将这个上至疼的囝儿，为着世间人来受苦，是真做受苦的奴仆，是要为着百姓来死。咱直接来读白话字，讲上主讲，看咧，我所扶持的仆人，伊是我所拣选、心所意爱。我有将我的神赐予伊，伊会惊伫万邦施行公义。各位兄弟姊妹，咱短这段经节，咱看见主耶稣受洗所予咱一个真重要迄个属灵的教示，也是讲，互咱清楚迄个信仰。迄个甲主三结连的迄个重要的经文，咱嘛要学习讲，安尼今仔日虽然咱受洗礼的人也较少啦，咱是坚信礼甲信仰告白较济，但是咱嘛做伙学习讲，咱受洗归入主到底这个身份是什么款意思？咱当咱对家己的身份有肯定、有把握的时阵，咱才能知影讲啊，有影是咱的主伊受洗礼的重要，受洗礼的重要吼。啊，当受洗礼得到新的身份，咱对耶稣得到什么学习呢？第一，主耶稣谦卑、顺服、委身，因为上帝囝愿意行入去是世间的约旦河。咱你也看到牧师翕的迄个吼，其实我现场也看有啦，有那清清啊，毋过啊水是青青啦，表示讲。内底的绿藻啊，啥货嘛袂少啊，吼！啊，迄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河水，吼，毋是讲哇，迄特别什物所在，咱台湾啊，较山顶迄款溪水嘛，足清气啊。啊，所以迄个溪水是一个象征，毋是讲遐特别，吼，特别是安足神圣安尼啦，吼。啊，真趣味哦，伊约旦河就足出名吼，啊，所以足侪人吼，嘛会去源头哦，约旦河有一个源头。就是要挖近吼，啊，迄个黎巴嫩迄个所在，啊，遐有一个源头，啊，水窟吼，哇，水真啊足清气。哦，咱足侪人去旅游时拢会摕迄个保特瓶哦，甲兑一桶水转来，安尼，感觉讲这水就是约旦河水，吼，迄是一个心愿的意思啦，吼。但是毕竟约旦河就是世间所有的河水中间的一条啦，条。但是耶稣愿意行入去，伊是顺服伫人的手下受洗，所以咱是学习着讲，耶稣伊就甘愿谦卑，才做仆人。所以兄弟姊妹，咱受洗归入主，咱伫咧参与服侍，咱就无感觉讲有啥物代志伤过卑微啦。想啥物款代志是安尼足粗俗卑微，我无愿去做。咱的主圣囝的身份，愿意降临伫世间，为身顺服。咱还阁有啥物通好？伫迄个所在，还阁埋怨，也是伫迄个所在，也讲轻分，讲啊这吼啊，这做这无啥物意义，无啥物意思。咱欢喜、幸福、谦卑来服侍。第二是身份的确认，真重要。耶稣伫行神日讲道甲赶鬼以前，天父就先宣告讲。你是我所疼的囝，我真介意。这提醒咱做一个上帝囝儿，毋是讲咱做偌济，啊才是受肯定，是咱是甚物？咱是上帝的囝，咱是上帝儿女，这个身份是真宝贵。所以是安白白有人伫教会啊，我嘛做工啊、服侍啊，但是就爱洗礼，因为你是囝的身份，无搁再是奴仆。无搁再是外人，是主家来的人。咱只保罗先生真强调讲，我真做上帝囝，我就要承接做囝儿，会当承接迄个份，就是迄个产业。啊，你毋是囝儿，毋是即个家来的人，
你虽然偌年高、偌年贡献真多，你都毋是啊。到时咧分财产，你无分啊。所以是基督徒迄属灵的产业承接的要紧的部分。耶稣带着这份疼的确信，伊勇敢行入旷野。咱正即个洗礼时，你若读圣经，知影讲耶稣受洗了，就去旷野40日受试探呢。所以，当咱先确认家己，互上帝所疼，是上帝所疼的囝儿，你就有气力面对世间的挑战，因为你毋是孤单的，你毋是感觉家己一个在单打独斗，家己在憔悴，家己在追求，是上帝甲你伫地。所以咱今仔日真欢迎受洗、信仰告白、坚信咧咱新的家来人。伫咱的信仰告白的礼文中间有一句话，就是引用咱今仔日读的第2段经节，马太福音10章32节，讲迄个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伫我天父的面前也要认伊。你有认主，主就接纳你、认你。其实咱的主已经老早就在欢迎咱，在听咱，但是伊爱你，确认你是伊的百姓。所以主讲，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伫上帝面前也要认你。所以我要勉励咱所有已经洗礼足久、加入教会的人，搁一遍来定心复习，也是今仔日要坚信咧洗礼的兄弟。咱洗礼目的是为着咱得到上帝囝儿的身份。这身份毋是随随便便用钱买来，也是讲参加一个活动吼，我得到迄个身份，我参加某一个俱乐部。我有得到这个身份，会员毋是，你是真做一个属灵的转换，因为这是主耶稣用宝血所赎回的。所以，咱既然是有上帝囝儿的身份，所以是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这是为何主耶稣咧讲到迄个放浪主的故事，放浪主的故事，是为何放浪主都甲老爸的产业摕去开了然后伊真悔改反悔，我认可倒来，我的老爸家来做萝卜路财，较好伫外口，你弄榴莲啦，伫个所在咧落蛇啦，我要倒来，我要求伊下面接纳我要请做伊的萝卜嘛甘愿，但是伊老爸看到伊倒来，甲伊揽掉的，因为这是伊所疼的囝。若无，你讲一个员工吼，甲你陪伴，甲你亏空公款，佫走转来讲，无我做你的萝卜好毋好？你老早就甲伊报警察掠伊去关啊，对毋对？是安那，这个老爸甲揽掉，兄弟姊妹，这个身份非常的重要。这2-3天吼，咱台湾的护照佫是出新闻啊吼。咱台湾的护照吼，伫英国一个叫做 Henry 这个机构，伊甲排名讲，咱全世界的护照36名，护照排名第36名。因为安那呢，咱摕咱台湾的护照，有130来个国家吼，会当免签证落地签证，你就通去遐佚佗啊吼。这个咱看到讲，实际上生活上的身份吼，你讲不要紧哦，真重要。咱台湾吼，外交的国家无几个呢，现在大家拢要接受你的护照，迄嘛真奇怪。照讲，你都甲我无邦交，你免来，是安怎？因为咱台湾有实力啊，经济实力，咱百姓。咱国民的素质，互人感觉讲有影你来真好。你讲无重要吼，无你即个护照互我啦，你去换别国的，看有人要用无？像那中国人吼，走去日本吼，用咱台湾的护照的卡啊，
暗起来，是安怎？台湾护照较好用啊！台湾护照伫乌市吼，迄是贵甲呢，迄一本吼几啊十万呢。而且表示讲，我做台湾的百姓，我真公平，我这个身份真重要。啊，这嘛是为何？咱看最近伫个立法院哦，吵甲讲什么人入来到台湾，啊，几年就会当做公民，吼，啊会当参加选举，会当做公职，哇，乱甲呢，是安怎要安尼？啊，都台湾身份足重要嘛，足宝贵嘛。兄弟姊妹，咱对这个咱生活中拄到的代志，都感觉讲台湾身份遐重要。有台湾身份哦，健保呢，有台湾身份领老人年金呢，哇，迄拢讲咧到底，你会感觉讲啊，做台湾人是足幸福的。但是遮咱看见讲，基督徒的身份更较宝贵。基督徒的身份，上帝百姓的身份，更较珍贵，更较宝贝。所以你有甲你基督徒的身份，你上帝百姓的身份看作是要紧无？这真重要。第二是咱受洗有一个誓约，咱拄则有讲到讲，伫人的面前认我，我伫主的面前也要认伊。伫咱的小等下，咱的即个礼文吼，啊，咧问遮个坚信的兄弟，也是正教各位兄弟有问一句话，讲我受洗，我接受主，我就爱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生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意思是，我即个身份吼，拢啊挂落去，安尼就拢逐项代志拢 OK 啊，无爱做啊。伊讲你都爱我靠上帝恩典，你爱尽力服侍主，你爱一生行伫伊的道路，你爱尽信徒的本分。拄则咱有一位姊妹今仔日早起来做问道理，咱的长老就甲勉励讲，咱做基督徒，即个身份已经伫咧啊，但是咱要尽信徒的本分，就是读经祈祷，你都要参加聚会、参加礼拜，表示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会友真基本的责任。兄弟姊妹，我望，这毋是干那今仔日10几位兄弟，誓约讲一句，是我搁一遍复习讲，我是毋是有真正正做主的百姓，上帝囝儿，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生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最后是讲，咱欢迎这的兄弟，诚做富强大家庭的成员。头前拄则即个基督徒的本分，咱搁加强是讲，咱亲受主耶稣，伊受洗、差派，上帝讲这是我所疼的囝，就开始出去服侍安尼。所以咱教会即马毋是讲啊，我洗咧啊，都逐项拢毋捌、袂晓的、毋知吼，啊，亲像鞋啊，甲你摇、甲你安尼足紧跋倒啊，足紧迄个灵命袂成长。咱来随时接受装备诚做问道，咱来同心建造教会，咱来热心传福音，咱来领人归主。这也是咱50几年，咱教会建造一个足重要的核心。意思讲吼，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无分大小，无分男女，无论早来晚到，请会记得，咱逐个人哦，拢无一个庸人，好无？无一个食庸饭的，你拢是有份要做主的工的。因为吼，上帝要用你吼，毋是讲你着爱外有才调外高，才要用你啦。上帝要用的是即个欢喜接受呼召，互主来装备的人。愿主恩典听堂伫咱所有遮今仔日加入富阳教会大家庭的兄弟，也共款提醒咱耶稣受洗所带来，互咱即个属灵的学习。愿主亲自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互主耶稣的洗礼，咱每一个受洗，成做一个新的身份，也成做一个新的规律、新的行动。当咱要三甲做祈祷，然后
咱要请有3位吼，第一场啦，咱有3位姊妹要来做信仰告白，咱请准备，也请小会员准备要来参与伫圣餐的服侍，咱三个来祈祷。主，我哋上帝感谢你的听，因为恩典满满伫阮身上，主你的救恩也伫阮中间，互阮知影真侪你主女、儿女的身份是何等的美妙，就像主耶稣受洗，以受上帝来膏抹，受主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我真意爱。愿你也将这款的意爱甲疼临到伫阮所有加入主的圣会，才所有兄弟姊妹中间。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